你有冇試過喺香港街頭求其入一間茶川場，圍住整翻碟乾炒牛河或者咖喱牛腩飯，點知單都未落完，碟飯已經送到你面前，嗰陣時你心入面係咪會咦一聲覺得快到有啲唔尋常？仲有你有冇發覺，咪論你喺旺角食定係去到屯門食，嗰陣味道好似都冇出嚟咁，完全一模一樣。如果我有同感嘅話，咁你就真係要留意下你，因為我哋以前人以為我嘅港味正喺度俾一股無聲無息嘅力量慢慢吞噬緊，而呢股力量就係由內地全面攻佔香港餐飲市場嘅預製菜。講真嗰句，而家行入去啲茶川窗嘅後欄，你可能再聽唔到嗰種芒芒芒芒架嘅炒胃聲，亦都聞唔到嗰陣帶點焦香嘅韻氣。點解煲川川根本就唔使再請大廚，甚至連火都唔使開？你食緊嗰碗熱辣辣嘅牛腩，好可能喺半年前喺廣東或者福建某個大工廠入面整定，再放入個鋁箔袋封好，經過真空處理即速冷凍，最後運到嚟香港。個伙計要做嘅嘢就係撕開個包裝，放入微波爐叮幾變磚，或者放入熱水浸一浸，然後倒喺碟飯上面，咁就收你60-70蚊。最離譜嘅係咩？連你以為係新鮮煲出嚟嘅白飯，而家好多都係預製嘅。嗰啲快位嘅常溫米粉，打開包裝陣味怪怪地，但係晾埋啲芡汁，你根本就食唔出。我哋香港人一向講求快、嫩、淨，但係以前嘅快係建立喺師傅嘅手速同經驗上面，而家嘅快係建立喺工業化嘅濕撐線上面。違反喺1980年代、1990年代嗰陣時，香港係美食天堂，每一間村莊都有自己嘅秘方。你問個老闆點解碟咖喱咁好食？佢會話你知係佢朝早5點幾返嚟，用幾十種香料慢慢熬出嚟嘅。但係去到2026年嘅今日，你再問呢啲問題，老闆可能會覺得你係外星人。而家嘅商業邏輯係點樣可以用最少嘅人手、最快嘅速度、最運動嘅味道去賺你袋入面嘅錢。呢種預製菜嘅入侵其實係一場餐飲革命，但對我哋呢啲嘴刁嘅香港人嚟講，更似係一場災難。以前我哋食嘢係食火候，而家係食化工。你可以想象下，一份預製菜為咗可以保存1年半載，入面要加幾多防腐劑、增稠劑、保鮮劑，為咗掩蓋嗰種雪廠味，啲調味料落到重手到不得了。你食完之後覺得好口渴，以為係師傅落多咗味精，其實係成包嘢都係由化學成分砌出嚟。點解香港啲川餐會搞成咁？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做生意真係好難，租金貴到離晒譜，一間細細地嘅鋪頭，月租可能都要10幾20萬，再加上人工做年假，你要請一個真正識得執碗腸嘅大廚，月薪冇3-4萬蚊，根本請唔到人。而且而家啲後生仔邊個肯入廚房對住個大可輪成身汗？喺呢種環境之下，預製菜就變成咗老闆揾嘅救命草。預製菜佢唔使請大廚，請個時薪60蚊嘅阿姐就搞掂，佢唔使大廚房，擺幾部微波爐就做得生意，佢仲唔使擔心食材損耗，因為啲袋裝菜可以擺好耐。對老闆嚟講呢個係生存問題，但對食客嚟講呢個係尊嚴問題。我記得我細個嗰陣，大約喺1995年左右，老豆帶我去食大排檔，嗰陣啲師傅真係有團火，火光紅紅，個碗腸同個鐵碗撞擊嘅聲好似交響樂咁。嗰碟韭菜花炒菇紅，菇紅係滑嘅，韭菜係脆嘅，最緊要係嗰陣運氣係要火候啱啱好先至逼得出嚟。但係你睇下而家，連啲連鎖快餐店嘅海味小炒，其實都係將包預製菜倒入個大碗度焗翻熱佢。雖然名義上係炒，但其實係熱菜。更令人心寒嘅係，呢種預製菜嘅風氣唔單止喺平民食堂流行，連一啲高級酒樓酒店自助餐都開始偷偷地轉用預製菜。你以為嗰種掂咗幾粒鐘嘅鮑魚花江湯係真係師傅心血？其實好可能係大批發商送嚟嘅急凍包。你2026年去飲茶，啲蝦皇燒賣好多都係工廠機製再運嚟蒸翻熱。以前飲茶係食點心師傅嘅手藝，而家係食和碌公司嘅效率。香港人一向好醒目，但有時又醒目得志，覺得效率大過天。當我哋接受咗2變鐘出餐，當我哋習慣咗全港9新界都係嗰陣咖喱味，我哋其實係親手殺死緊香港嘅飲食文化。你知唔知道廣東菜最講究嘅係鮮魚、鮮肉、鮮菜，但預製菜嘅本質係陳，係基工長時間儲存嘅加工品。當鮮子喺香港飲食字典入面消失，香港仲憑咩叫自己做美食天堂？我喺2025年嘅時候去過內地一啲2線城市，發現當地嘅預製菜產業已經成熟到一個好恐怖嘅地步，成條街嘅串聯可能背後都係由同一個中央廚房共用。
你見到啲新開嘅冰室，裝修到好懷舊，有晒霓虹燈，有晒花地涼，但食落口啲嘢係完全冇生命嘅。呢啲就係海味嘅網紅店，佢哋賣嘅係裝修同情懷，而唔係食物。佢哋知道香港人中意打卡，只要個賣相影相運，啲人就唔會理入面係唔係預製菜。最令人擔心嘅係下一代。如果一個喺2020年打後出生嘅小朋友，佢由細到大食嘅都係預製菜，佢根本唔會知道乜嘢係真正嘅新鮮食材，亦都唔會知道乜嘢係換氣。佢哋嘅味蕾會俾呢啲高鹽、高糖、重口味嘅化學裝置調教到麻木。對佢哋嚟講，食物只係一種維持生命嘅燃料，而唔係一種享受，更唔係一種文化情存。有人會話呢啲係大勢所趨，係科技進步，好似當年超市取代街市咁，預製菜取代鹽磅烹飪都係必然。但我會問，我哋真係想生活喺一個充滿罐頭味嘅城市咩？當我哋連食一餐飯都唔肯花時間去等待，當我哋連廚師嘅手藝都唔再尊重，我哋失去嘅唔單止係味道，而係一種生活嘅態度。香港嘅口欄本嚟係充滿煙火氣嘅地方，師傅喺入面咬人、斬雞、切菜，充滿咗生活嘅力量。而家啲口欄慳靜到好似實驗室咁，除咗微波爐同熱水爐，乜都冇，連個蠟燭筒入面都係一堆堆禮佛袋同歌袋。呢種閒靜其實好空洞，好死執。我想講，如果我哋仲想保留嗰份港味，我哋就要學識 say no。當你發現一間村莊名口用預製菜，而佢又收緊你手工菜嘅價錢，你下次就唔好再去。咁我哋要支持嗰啲仲肯根子開火，仲肯親手切菜，仲肯熬湯嘅良心小店。雖然佢哋可能收得貴少少，雖然佢哋出菜可能慢少死，但嗰份味道係有靈魂嘅。2026年，香港人要面臨嘅挑戰好多，而守護味蕾可能係其中一個最微小但又最重要嘅戰場。我唔希望有一日當外國遊客嚟到香港問我哋有咩特色美食嘅時候，我哋只能夠因價咁話，我哋呢度嘅預製菜叮得特別好食。其實呢場預製菜嘅肉心背後亦都反映咗香港整體手藝嘅一種輔助。大家都要快，老闆要快啲回本，客要快啲食完去返工，物流要快啲送到。喺呢個快字下面，所有需要時間沉澱、需要心機磨練嘅嘢都變成咗成本，變成咗負擔。一煲爐火輕通，唔熬足3-4個鐘係唔會有嗰陣鮮甜。一碟好嘅乾炒牛河，唔根據千排百練嘅執運手勢，係唔會條條河粉都上到色又唔斷。當我哋為咗個少少便利，放棄咗對質素嘅追求，我哋失去嘅可能係成個城市嘅靈魂。香港之所以係香港，係因為我哋有種不屈不撓、追求卓越嘅精神。無論係做金融定係淨雲吞麵，都要做到最好。如果連整碟飯都係假手於人，都係靠包裝袋，咁香港仲有乜嘢核心該址可言？所以我今日喺度講咁多，唔係想煽動大家去仇視邊度嘅神品，而係想提醒大家要有意識去選擇。我哋每日食3餐，每日餐都係一次投票。你選擇食預製菜，你就制投公寓化餐飲1票；你選擇食小店手工菜，你就制投傳統工藝1票。呢張票係關乎我哋以後仲有冇好嘢食，亦都係關乎我哋呢個城市嘅文化底蘊。揀飯轉頭，連白飯都係預製嘅，呢件事真係令我好震撼。米飯係中國人嘅命脈。洗過嗰陣，阿媽教落粒粒皆辛苦，洗米蒸米落水淋插，每一步都有溫度。而家呢，撕開床膠膜入去叮一叮，嗰啲飯係一粒粒好似歌咁，完全冇米香味。如果我哋連白飯都唔肯自己煮，我哋仲有乜嘢係肯親力親為嘅呢？2026年嘅香港，街頭巷尾依然係人山人海，村間依然係開到周圍都係。但係如果你細心去品嘗，你會發現嗰種屬於香港嘅人情味同鮮味正喺度慢慢淡化。呢種淡化比起直接嘅消失更可怕，因為佢係不親不覺嘅，佢係慢慢咁改變你嘅習慣，直到有一日你醒覺嘅時候，你已經唔記得咗真正嘅食物應該係乜嘢味。所以下次你食飯嘅時候，試下唔好掛住玩手鳩，試下用你嘅舌頭去感受下，嗰啲菜係咪仲有清甜，定係成碟嘢都只係一種厚重嘅化學味。如果發覺唔對路，大閘同老闆反映下，或者直接換另一間。我哋香港人唔應該就咁被預製菜攻陷，我哋嘅位值得更好嘅對待。來源到呢度，我想大家深思一下，我哋到底係想生活喺一個充滿便利但係冇靈魂嘅城市，定係願意多花少少時間同金錢去守住嗰份屬於我哋自己嘅味道。2026年，希望我哋仲可以喺某條深坑入面勒到嗰份久積咗嘅熱騰騰嘅港味。其實
要抵抗呢股浪潮，除咗靠食客自覺，仲要靠一班仲有熱誠嘅餐飲從業員。我知道而家喺香港做餐飲好難，但正正係因為難，先至顯出經濟嘅珍貴。我識得一啲30幾歲嘅年輕墟師，佢哋寧願去啲租金平啲嘅地方開細鋪，都要跟住自己炒莊、自己熬湯。佢哋話，如果連佢哋都放棄埋，香港嘅食經就真係會斷層。而且政府同埋相關機構係咪都應該做啲嘢呢？例如要求村親標明邊啲菜式係預製菜，邊啲係現磅製作，咁樣起碼可以被收費些有知情權。如果你明知係預製菜都想食，嗰個係你嘅選擇。但如果我想食新鮮嘢，你唔應該用預製菜嚟彈鑊。公平交易係香港商業社會嘅價值，講到底呢個係一個價值觀嘅選擇。當全世界都喺度追求效率嘅時候，我哋香港人可唔可以保留一份對質素嘅執着？以前我哋香港製造成為品牌，係因為我哋係優質嘅代名詞。如果而家連我哋最自豪嘅美食都變成咗空庸化嘅廉價品，咁我哋點樣維持我哋嘅種種力？我喺2020年嘅時候睇過一個報組，話某啲連鎖店嘅利潤逐年上升，但係客人嘅滿意度確係逐年下降。呢個係一個好金礦嘅信號。老闆們可能覺得，反正香港人咁忙，有得食就得啦，邊有咁多人分得出係咪預製？但佢哋錯咗。香港人雖然忙，但香港人唔蠢。所以我對香港嘅餐飲市場仲係有一絲希望。我希望呢篇口播稿可以喚醒多啲人，無論係食客定係老闆，唔好再俾啲預製菜攻佔我哋嘅後欄，唔好再俾啲化學味抹抹我哋嘅美麗。張九和想講，無論係2026年定係再過10年、20年，我哋都要地道嗰陣過如香港嘅煙火氣，嗰陣味係由人嘅汗水、火嘅熱度同埋對食物嘅尊重砌出嚟嘅。呢啲嘢幾先進嘅工廠，幾高端嘅包裝技術，都係永遠冇計唔到嘅。唔好再同我講預製菜有幾方便，有幾衛生。我只係想食一碟真真正正由廚師親手炒出嚟，熱辣辣帶住溫氣嘅炕炒牛河。呢個要求喺2026年嘅香港係咪真係咁奢侈？我哋唔可以就咁坐以待斃。如果大家都覺得無可謂，咁聽日連街邊嘅魚蛋、腸粉都會變成係預製包裝，直接拆開，到時香港仲係咪香港？我哋引以為傲嘅街道文化，仲有冇嗰陣引人性嘅香味？當我哋走喺東莞灣或者旺角嘅街頭，聞到嘅唔再係牛雜香、雞蛋仔香，而係陣陣微波爐叮嘢嘅塑膠味。嗰種悲哀係用幾多錢都補償唔返。我哋要守護嘅唔單止係一碟飯，而係一種生活嘅尊嚴，係一種文化嘅傳承。希望每一位近土呢度嘅朋友，下次去川餐食嘢嘅時候，可以多一份留意，多一份要求。當我哋每一個人都開始追求真正嘅味道，嗰啲打算用預製菜敷衍我哋嘅老闆，自然就要返去廚房，重新執起嗰把塵封已久嘅魚刀。2026年，有冇一齊找回香港的港味？這不單是為了我們的胃，更是為了我們這座城市。其實講到呢度，字數都差唔多啦，但我真係仲有好多感觸，嗰種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同埋師傅對食材嘅嗰份自豪，喺預製菜嘅世界係完全唔存在嘅。預製菜只會標注生產日期、有效日期、成分表，佢冇溫度，佢冇靈魂。我想起我有位朋友，佢而家40幾歲，喺中環開咗間細細地嘅麵檔。佢堅持每日凌晨4點去街市宰鳥，每日親手打魚蛋。我問佢：你唔辛苦咩？隔籬間鋪用現成貨賺得仲多過你。佢望住我，好認真咁話：我係做街坊生意，如果我俾啲假嘢人食，我過唔到自己嗰關嘅精神。正正係我哋香港最需要保留嘅嘢。在這個充滿變數嘅年代，很多東西都在變，我們的城市景觀在變，我們的生活節奏在變，但有些東西我們應該關注，不讓它變。味道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連味道都守唔住，我們還能守住什麼？2026年，我們不再年輕，但我們的味蕾依然渴望那份最初的感動。不要讓預製菜填滿你的胃，要讓真正的美食滋潤你的心。這篇稿子寫到這裏，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一個數字，更是為了發出一個信息，一個呼籲香港人、呼籲美食愛好者嘅水晶，香港加油！和你嘅美食文化絕對不能與幾包預製菜。我們要繼續開火，繼續炒魚，繼續讓那份香氣飄滿每一條街道。只有嗰樣，香港才是我們熟悉嘅香港。講到尾，無論環境點變，只要我哋對生活仲有要求，只要我哋對美好嘅嘢仲有向往，嗰陣港味就遠遠唔會真正消失。佢可能收縮咗，佢可能匿埋咗喺某啲角落，但只要我哋肯去搵，肯去支持，佢一定會重新壯大返。所以今晚食咩好？
唔好再懷住去食嗰啲連鎖店嘅預製餐嚟，去附近乜間仲有火氣嘅小店，坐低捱個即叫即做嘅小炒，聽下嗰陣比秒嘅炒韻聲，感受下嗰份熱力，嗰種嫩粗感係幾多代預製菜都俾唔到你嘅。2026年5月嘅香港，天氣開始熱，我希望大家嘅心都好似個炒胃咁熱，對生活充滿熱情，對美食充滿追求。唔好逼呢個世界磨平你嘅稜角，亦都唔好逼預製菜磨平你嘅味蕾。就咁樣啦，我哋一齊努力守護我哋嘅香港味道，唔好等失去咗先嚟後悔，而家就開始，每一餐都認真對待。感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我嚟呢份情懷，每一個真正愛香港嘅人都會明。